7歲男仔發高燒之後醒返，話自己有前世記憶。佢父母以為個仔燒糊塗咗，跟住佢清楚講出咗2段故事，一段係有個商人呃過183個人，一段係有個屠夫劏咗300隻豬。阿媽嚇到發抖，阿爸心諗呢次係撞邪。幾日後，呢個男仔死都要出門。佢行到一戶破舊人家門口，對住入邊個60幾歲老婆婆講：劉氏，你係我前世個妻子。老婆婆啱啱想鬧人，男仔跟住講出3個淨係亡夫先知嘅秘密。成親嗰日3月初3落住微雨，佢着嘅嫁衣係紅色。洞房花燭夜，佢繡過一件鴛鴦肚兜，收埋喺床底個木箱入邊。老婆婆當場跪低痛哭，7歲嘅佢把聲仲帶住奶氣。呢個男仔究竟係人係鬼，定係嚟還債嘅魂？歡迎嚟到港叔怪談，我係港叔。今日要講嘅故事係3世輪迴，你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走入故事入邊。大明萬曆15年。江南發生咗一件怪事，有個7歲細路突然講出30年記憶。呢個細路姓李名安，住喺城東李家村。李家係一戶普通農家，祖祖輩輩都係種田嘅。阿爸叫李大山，係個老實農民，每日都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阿媽黃氏係個賢惠婦人，操持家務，照顧一家大細。李安係佢哋嘅獨仔。由細到大都乖巧懂事，左鄰右里都讚呢個細路將來有出息。李安生得清秀，對眼好大，笑起上嚟有2個酒窩。佢由細就同其他細路唔係太一樣，其他細路中意玩同打鬧，佢就中意一個人靜靜地坐喺度。其他細路見到小動物就想捉嚟玩，佢就總係好溫柔淡對佢哋。黃氏成日都講，呢個細路天生心地善良，但邊個都諗唔到呢個7歲細路竟然會記得前世嘅事。嗰日係正月15，元宵節啱啱過咗，李安突然病低咗。一開始只係有啲發燒，黃氏以為佢冷親，煮咗薑湯俾佢飲，但飲完薑湯唔單止冇好到，反而燒得更加勁。李安瞓喺床上，面通紅嘴入邊講緊胡話。黃氏嚇壞咗，即刻叫李大山去請郎中。郎中嚟到幫李安把咗脈，話係風寒入體，開咗幾劑藥。李大山照住藥方執咗藥，黃氏煎好咗藥，一羹一羹咁餵李安飲，但食咗藥都仲唔見好。李安嘅燒越嚟越高，成個人迷迷糊糊，有時清醒，有時昏迷。黃氏守喺床邊，成晚冇瞓，眼淚都差唔多喊乾晒。安兒，你千祈唔好有事。佢捉住李安仔細手筆，平淡喃喃自語。李大山都好心急，但佢係男人，唔可以喊，只可以喺院入邊來回踱步，食住旱煙。就係咁，李安昏迷咗足足3日。第3日夜晚，大概3更時分，李安突然擘開咗眼。黃氏啱啱打緊盹，聽到動靜，即刻抬起個頭。安兒，你醒啦！佢驚喜咁講，但佢好快就發現李安嘅眼神唔對路，唔再係7歲細路應有嘅天真同懵懂，而係充滿咗滄桑同痛苦。嗰雙眼睇落似經歷過好多好多年嘅人先會有嘅眼神。李安望住守喺床邊嘅父母，嘴唇喐咗喐，講出咗第一句說話：你哋唔係我親人。黃氏愣住咗，以為自己聽錯咗。安兒，你講乜嘢？佢問。李大山都聽到，即刻行過嚟。阿仔，你燒糊塗啦！佢伸手摸咗摸李安個額頭，燒就退咗，點解仲講胡話？我冇講胡話。李安話佢把聲好平靜，但聽落去一啲都唔似7歲細路。我講嘅都係真話。你哋喺呢一世的確係我父母，但我前世唔係你哋個仔。我前世叫張明，係個屠夫，住喺城西張家巷。
我前世叫黃福，係個商人，做布匹買賣。黃氏同李大山對望一眼，都覺得個細路可能真係燒糊塗咗。阿仔，你好好瞓低，唔好亂喐。黃氏話：阿娘煮啲粥俾你食。娘，我冇燒糊塗。李安話：我記得好清楚，我前世叫張明，住喺城西張家巷7號。我阿爹叫張達，都係個屠夫。我娶咗個妻子叫劉氏，我哋有一個仔叫張虎。我呢一世殺咗300隻豬。3年前嘅冬天，我生咗怪病，全身生瘡，潰爛而死。死嗰陣我45歲。李大山聽到呢度，面色變咗。張家巷佢知，的確喺城西，而且佢記得3年前的確聽講嗰邊有個屠夫生怪病死咗。當時仲搞到一陣恐慌，大家都驚係瘟疫，但後尾查清楚唔係瘟疫，只係嗰個屠夫一個人得咗怪病。你點會知道呢啲？李大山問。因為嗰個就係我前世。李安話我死咗之後，魂魄去咗陰間，閻王爺審判我，話我前世做咗好多壞事，呢一世又殺咗好多生靈，罪孽深重。但我臨死之前有悔意，所以閻王爺俾我一個機會，俾我呢一世帶住前2世記憶投胎，將所有債都還清，得咁樣，我先可以跳出輪迴，唔使再受生老病死之苦。講到呢度，李安嘅眼淚流咗落嚟。我記得我前世劏過嘅每一隻豬，佢哽咽住話，我聽到佢哋嘅慘叫，睇到佢哋掙扎嘅樣，每一刀落去，我都覺得心入邊好痛。我前世呃過嘅每一個人，我都記得，佢哋俾我呃到家破人亡，妻離子散。我欠落太多太多債，我呢一世嚟就係為咗還債。李安講住講住，喊得更加勁，佢抱住個頭，成個人縮成一團，好似承受住巨大痛苦。黃氏見到個仔變成咁，心痛到不得了。佢唔知應唔應該信，但佢知道個仔而家好痛苦。佢一把抱住李安，拍住佢個背，安兒唔好喊，唔好喊。佢話無論你前世係邊個，呢一世你都係阿娘個仔，阿娘會一直陪住你。李大山都冧低落嚟，摸咗摸李安個頭。阿爹話唔知你講嘅係咪真，但既然你記得，咁就證明老天爺係俾你一個機會，你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，將前世啲債還清。阿爹同阿娘會幫你。李安聽完台，起頭望住父母，佢啲眼淚仲喺度流，但眼神入邊多咗一份堅定。多謝阿爹，多謝阿娘。佢話第二朝一早，李大山決定去驗證一下，佢想睇下李安講嘅到底係咪真。如果係真，咁呢件事就太不可思議。如果唔係真，咁李安可能真係燒壞咗個腦，要即刻諗辦法醫。李大山帶住李安同幾個鄰居一齊去咗城西張家巷。李安雖然得7歲，但今次出門，佢表現得好成熟。佢行喺前面，好似對條路好熟咁，一啲猶豫都冇。到咗張家巷，李安喺一間屋前面停低，就喺呢度。佢指住嗰間破舊屋講：呢度係我前世個屋企，嗰係一間好普通嘅屋，牆身都有啲斑駁，睇落已經好耐冇修葺過。李大山行上前，拍咗拍門：有人喺度嗎？佢嗌到過咗一陣，門開咗，開門嘅係個老婆婆，睇落50幾歲，塊面全部都係皺紋。佢着住件洗到發白嘅衫，頭髮有啲花白，眼神好憂鬱。請問有咩事？老婆婆問。請問呢度以前住嗰個係咪張明？李大山問。老婆婆一聽到呢個名，身子明顯晃咗一下。係啊，佢話把聲有啲發抖。張明係我丈夫，佢3年前已經死咗。你哋揾佢有咩事？李大山唔知點開口，只好叫李安自己講。李安望住個老婆婆，眼淚又流咗落嚟。劉氏係我，
佢話我係張明。老婆婆成個人愣住，望住呢個7歲細路，一時之間唔知講乜好。你講緊乜胡話？佢話我丈夫3年前已經死咗，你點可能係佢？我知道你唔信。李安話，但我可以證明。你記唔記得我哋成親嗰年係正德13年3月初3，嗰日落住微雨，你着住紅色嫁衣坐喺花轎入邊，我拖住花轎條繩，一路行到張家巷。老婆婆塊面即刻變咗，因為呢啲細節的確淨係得佢同死咗嘅丈夫先知。你仲記唔記得？李安繼續話，成親嗰晚你整咗一件紅土兜，上面繡咗2隻鴛鴦。你話呢件係整俾我貼身着，可以帶嚟好運。我當時笑你迷信，但最後都係着咗上身。後尾你將嗰件土兜收起，收埋喺床底下一個木箱入邊。嗰個木箱係你娘家陪嫁帶過嚟，上面刻住2朵蓮花。你從來都冇俾任何人睇過嗰件土兜。老婆婆聽到呢度，眼淚嘩一下流咗落嚟，佢撲通一聲跪咗落地，抱住李安喊：相公真係你咩？佢喊住話：你真係翻咗嚟咩？李安都喊咗，係我。佢話，但我已經唔係張明，我而家叫李安。我投胎去咗你家，我只係帶住前世記憶，所以仲記得你，記得我哋一齊過嘅日子。老婆婆喊得更加勁，相公，你點解要走得咁早？佢話，你走咗，留低我同虎，我哋點算啊？李安聽到虎兒呢個名，心入邊一緊。虎兒呢？佢問佢而家點樣？老婆婆抹咗抹眼淚，話虎兒而家15歲，喺城入邊一間鋪頭做學徒，佢好生性，賺到嘅錢全部都俾我，但佢唔知道，我每晚都會喊，我掛住佢阿爹，掛到心都痛。李安聽完，心入邊好難受。劉氏對你唔住，佢話都係我唔好，我前世做咗太多壞事，所以呢一世要受報應。我連累咗你同虎兒，但我呢一世嚟就係為咗還債。我會盡我所能彌補前世犯落嘅過錯。你要好好照顧自己，好好照顧虎兒。我哋嘅緣分喺前世已經完咗，呢一世我哋只係陌路人。講完，李安喺懷入邊拎出5兩銀，呢啲係我父母俾我嘅利是錢。佢話，我將佢俾你，當係還你嘅情。你辛苦咗咁多年，用呢一啲銀兩買啲好嘢俾自己食。老婆婆接過啲銀，隻手一路發抖。相公，佢話，你真係唔可以留下咩？唔得。李安搖頭，我而家係李家嘅兒子，唔可以再做張家嘅人。你要放低過去，好好過以後嘅日子。老婆婆點咗點頭，雖然心入邊好難受，但佢知道李安講得啱。李安向老婆婆叩咗3個頭先離開。老婆婆企喺門口，望住李安個背影，喊到成個淚人咁。鄰居睇到呢一幕都嘖嘖稱奇。有人話呢個真係輪迴轉世，有人話呢個細路係俾鬼上身。但無論點都好，李安記得前世嘅事。呢件事好快就喺蘇州府傳開咗。接落嚟幾日，李家門口逼滿咗人，有啲係嚟睇熱鬧，有啲係嚟求證，仲有啲係嚟揾李安問前世嘅事。李大山同黃氏俾呢班人嘈到頭都痛，但又唔可以趕佢哋走，畢竟大家都係好奇。李安都好無奈，但佢仲係好有耐性咁答每一個人嘅問題。有個老人家嚟揾佢，話自己個仔3年前死咗，問李安佢個仔係咪投胎咗。李安搖搖頭話，老伯，我只記得我自己嘅事，其他人嘅事我唔知道。有個婦人嚟揾佢，話自己丈夫失蹤咗，問李安佢丈夫係咪死咗。李安都係搖頭話，大嬸，我真係唔知道。亦都有人懷疑李安係騙子，特登作故事出嚟呃人。但李安講嘅嗰啲細節全部都對得上，而且好多事情都淨係當事人先知，所以越嚟越多人相信
李安的確係帶住前世記憶投胎，呢件事甚至驚動咗知府。知府派人嚟調查，問咗李安好多問題，李安照實回答，冇半點隱瞞。知府啲人返去稟報之後，知府都覺得好稀奇，但都冇辦法解釋。最後知府落咗個結論，此事不可思議，但查無不實。就咁樣，李安記得前世嘅事，成咗蘇州府一件大新聞。就喺李家俾呢班人嘈到不得安寧嘅時候，嚟咗一個雲遊僧人，僧人叫慧明，睇落60幾歲，但精神好好，雙眼炯炯有神。佢着住一身灰色僧袍，手入邊拎住一支禪杖。佢行到李家門口，望住嗰班圍觀嘅人，搖咗搖頭。諸位施主，佢話把聲洪亮，請借一借，老衲有事要見呢一位施主。眾人見到係個和尚，都自動讓開咗一條路。慧明行入李家，見到李安正坐喺院入邊，合埋眼，好似喺度諗緊嘢。慧明行過去，企定喺李安面前。李安感覺到有人嚟咗，張開眼，見到一個老和尚。大師，你揾我？李安問。係。慧明點頭。老衲聽聞你記得前世嘅事，特登過嚟睇下。李安企起身，向慧明行咗個禮。大師請坐。佢話。慧明坐低，仔細打量住李安，望咗好耐。佢點咗點頭。你確實係帶住前世記憶投胎。佢話，而且唔止一世，係2世。李安一聽，雙眼一亮。大師，你點知道？佢問。老衲略懂上面之術。慧明話，我睇得出你身上嘅因果，你前2世都做過業，所以呢一世要還債。但係呢個都係老天爺俾你嘅機會，如果你可以喺呢一世將啲債還清，唔再犯錯，你就可以跳出輪迴。李安聽完，激動咁話，大師，你講嘅同閻王爺講嘅一模一樣，你一定係德道高僧，求你收我做徒弟，教我點樣還債。講住講住，李安就想跪低，慧明伸手攔住咗佢，唔使咁。佢話，老衲雲遊四方，唔收徒弟，但老衲可以指點你，話你知應該點做。多謝大師。李安話。慧明望住李安，慢慢講到，你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將前世欠落嘅債一筆一筆咁還清。第二，發願由今以後唔再犯前世嘅錯，唔呃人，唔殺生。第三，積德行善，幫助人哋。只有做到呢3點，你先可以跳出輪迴。但你記住，呢條路好艱難，亦都好漫長，你要有毅力，有恒心。如果你半途而廢，咁你之前嘅努力就會白費，你甚至會比前2世更慘。李安聽完，認真咁點咗點頭。大師放心。佢話，我一定會做到。好。慧明話，老衲會喺附近間寺廟住一段日子，如果你有咩困難，可以嚟揾老衲。多謝大師。李安再次行禮。由呢一日起，慧明就住咗喺城外一間小廟，嗰間廟叫福山寺，好殘舊，平時冇乜香火，但慧明唔在乎，佢只係靜靜地住喺嗰度，每日誦經打坐。李安得閒就會去揾佢，向佢請教。慧明都好有耐性咁教佢，話俾佢知點樣還債，點樣修行。李安嘅人生由此改變，佢唔再係一個普通嘅7歲細路，佢係一個帶住3世記憶、肩負還債使命嘅人。佢條路先啱啱開始。李安開始回想起自己嘅第一世，嗰一世佢叫黃福，係個商人。黃福出身喺一個小販家庭，阿爸賣布，阿媽幫手，屋企唔算富裕，但亦都唔算窮日子，都仲過得去。黃福由細到大都好醒目，個腦好靈活，好識計數。阿爸成日讚佢，話呢個細路將來一定可以做大買賣。黃福10歲嗰年就開始跟住阿爸學做買賣，佢學得好快，好快就掌握咗討價還價嘅技巧。佢亦都學識點睇布料好壞，點樣同客人打交道。
阿爸好滿意，覺得個仔將來一定有出息。但係阿爸冇諗到，黃福學到嘅唔單止係做買賣嘅技巧，仲有賺黑心錢嘅手法。黃福18歲嗰年，阿爸病死咗。阿爸臨死之前，將黃福叫到床邊，捉住佢隻手講：福兒，阿爹要走啦，呢間布鋪之後就交俾你，你要記住，做買賣要憑良心，唔可以呃人，唔可以昧住良心賺錢，否則遲早都會有報應。黃福當時點頭應承咗，但阿爸一死，黃福好快就將呢啲說話拋到腦後。佢接手咗布鋪，開始用自己嗰套方法做買賣。黃福做嘅第一宗污糟買賣係賣假貨。嗰日嚟咗個農民，叫陳大，30幾歲，係個老實人。陳大入鋪話要買布整冬衣俾阿娘着，黃福好熱情咁招呼佢，拎咗幾匹布出嚟俾佢睇。大哥，你睇下呢幾匹布成色極好。黃福話又暖又襟着。陳大唔係太識布，只係摸咗摸，覺得都可以。呢匹布幾多錢一匹？佢問。呢匹係上好棉布，要3兩銀。黃福指住一匹睇落好厚實嘅布話：咁貴？陳大就起眉頭，有冇平啲嘅？黃福心入邊一動，知道機會嚟啦。有啊，佢話我呢度仲有一匹布，質地都唔差，但就平啲，只係要1兩半。講完，佢又拎出另一匹布，嗰匹布睇落同頭先嗰匹差唔多，但其實係摻咗雜質嘅劣質布。呢種布表面睇落冇問題，但着唔耐就會爛。陳大唔識，以為自己執到平貨，開開心心咁買走咗。黃福望住陳大離開嘅背影，心入邊好得意。呢種老實人最好呃。佢心諗，嗰年冬天，陳大住件用假布整嘅冬衣，上山斬柴，山上好凍，風好大。陳大斬柴斬到一半，突然覺得背脊一涼，轉頭一望，件衫竟然爛咗個大窿，冷風吹晒入去。陳大凍到成身震，佢即刻落山，但已經太遲。嗰晚陳大就病低咗，發高燒，全身發冷。佢阿娘好心急，請咗郎中嚟睇。郎中話呢個係風寒入體，要好好調理，唔係就會落病根。但陳大家境窮，冇錢買貴藥，佢只可以食啲平價草藥勉強頂住。結果雖然燒退咗，但病根留低咗。由嗰日起，陳大身體就一直唔好，成日都咳，成日都病。更慘嘅係，陳大阿娘見到個仔變成咁，急到自己都病低咗。老人家本身身體就唔好，一急起上嚟更加嚴重。冇幾耐，老人家就過身咗。陳大好傷心，但佢唔知道呢一切都係因為黃福賣嗰匹假布，而黃福根本唔知道呢件事。就算知道咗，佢都唔會在乎。佢只在乎自己賺咗幾多錢。黃福做嘅第二宗污糟買賣係呃情。嗰日嚟咗個老太太，70幾歲，行路都唔穩。老太太入鋪話要買米，老婆婆你要買幾多米？黃福問10斤，老太太話夠我食1個月。好啦，黃福話拎起個秤幫老婆婆稱米，佢一邊稱，一邊喺個秤度做手腳。佢偷偷喺秤盤下面墊咗嚿石，令個秤顯示出嚟嘅重量比實際重量多咁樣。本來應該係10斤米，佢只俾咗8斤。老太太唔識字，又唔識計，以為足斤足兩，開開心心俾咗錢，拎住啲米返屋企。嗰個月老太太食得好慳，但都係唔夠，因為米少咗2斤，佢自己計錯咗。到咗月底，啲米食晒，但離下個月仲有幾日，老太太冇辦法，只可以挨餓。佢去鄰居屋企借米，但鄰居屋企都唔富裕，只係借到少少俾佢。老太太餓咗好多日，身體越嚟越虛弱。後尾有人見到佢暈低咗喺路邊，先送佢返屋企。
老太太雖然冇死，但身體徹底垮咗，而黃福仲係唔知道，亦都唔在乎。黃福做嘅第3宗污糟買賣係拖糧。嗰年黃福生意越做越大，開咗第2間鋪，新鋪要修葺裝修，佢請咗幾個工人嚟做嘢，工人個個都好勤力，由朝做到晚，用咗半個月時間，將間鋪收拾得好靚。裝修完之後，工人上門揾黃福攞工錢，當初講好一日50文錢，半個月就係750文，但黃福拎錢出嚟嗰陣，只係俾咗500文。黃老闆唔對路啊！工頭話明明講好一日50文，我哋做咗15日，應該係750文，你點解淨係俾500文？邊個話一日50文？黃福即刻反口唔認數，我講嘅係一日30文，唔係。工頭急咗，當時明明講係50文，你有憑據咩？黃福冷笑，我哋當時冇立契，你話50就50，我話30就30，工人個個都嬲到爆，但佢哋的確冇憑據，當時只係口頭講好，冇寫低。黃老闆，你咁樣係蝦我哋。一個後生工人氣憤咁講，蝦你哋又點？黃福話，你哋可以奈我乜何？要錢冇，要命一條。工人冇辦法，只可以忍氣吞聲咁走。佢哋辛辛苦苦做咗半個月，結果俾人扣咗250文錢。嗰筆錢對黃福嚟講唔算乜，但對呢一班窮工人嚟講，就係大半個月口糧。有個工人就因為呢件事，屋企揭唔開個鑊，老婆同佢鬧交，最後離開咗佢。仲有個工人因為心入邊太憋屈，大病咗一場。但係黃福唔知道，亦都唔在乎，佢只覺得自己好醒，慳咗250文錢。黃福做嘅第4宗污糟買賣係借錢唔還。嗰年黃福想擴大買賣，但手頭唔夠錢。佢諗起自己有個朋友叫劉明，係個老實人，屋企有少少積蓄。黃福去揾劉明，話自己要做一宗大買賣，但唔夠錢周轉。劉兄，你借100兩銀俾我，過幾個月我就還你。黃福話，到時我賺到錢還你120兩，多出嚟嗰20兩就當係利息。劉明同黃福係多年朋友，對佢好信任。既然係你要用，咁我借俾你。劉明話，但我哋要寫張借據。梗係得，梗係得。黃福話，我即刻寫。黃福寫咗借據，拎咗100兩銀，開開心心咁走咗。幾個月之後，黃福嘅買賣的確賺咗錢，但佢冇去還錢，反而刻意避開劉明。劉明揾唔到黃福，就去黃福間鋪度揾，但鋪入邊嘅伙計話黃老闆出咗門，唔知幾時返。劉明等咗幾日，仲係等唔到黃福，佢開始懷疑黃福係咪根本唔想還錢。終於有一日，劉明喺街上撞到黃福。黃福，劉明大聲嗌，你借我嗰筆錢幾時還？黃福見到劉明面色一變，但好快又回復正常。乜錢啊？佢話，我幾時借過你錢？你，劉明激到塊面都紅晒。你借咗我100兩銀，仲寫過借據。借據呢？黃福文拎出嚟俾我睇。劉明即刻喺懷入邊拎出張借據。黃福接過嚟望咗望，突然一下撕碎咗。乜借據？佢話，我冇見過你。劉明成個人都呆咗，你點可以咁樣？我點樣啊？黃福冷笑，你話我借你錢有憑據咩？借據已經俾我撕咗，你而家仲有咩憑據？劉明激到全身發抖，但佢的確冇其他憑據。佢去告官，但因為冇證據，官府都冇辦法。劉明屋企本身都唔富裕，呢100兩銀就係全部積蓄。冇咗呢筆錢，劉明個妻子氣到病咗，瞓喺床上成日鬧劉明冇用，俾人呃咗都攞唔返。劉明心入邊好難受，但又真係冇計。佢妻子嘅病越嚟越重，
最後因為心病加上身體病過咗身，劉明傷心欲絕，但佢更加恨黃福。佢發誓呢一世都唔會原諒黃福，而黃福仲係唔在乎。佢覺得自己好醒，白白賺咗100兩銀。就咁樣，黃福用各種污糟手段積聚財富。佢開咗更多鋪頭，買賣越做越大。佢娶咗個靚老婆，住上大屋，過上富裕生活。喺外人眼中，佢係個成功商人，係人人羨慕嘅對象。但淨係得佢自己知道，佢啲錢全部都係呃翻嚟，全部都沾住血同淚。佢呃過嘅人，有啲家破人亡，有啲妻離子散，有啲含恨而終。但係黃福唔在乎，佢只在乎自己賺咗幾多錢，過得有幾好。佢甚至覺得嗰啲俾佢呃嘅人，全部都係抵死。邊個叫佢哋咁蠢？佢心諗，做買賣就係要精明，唔精明就一定食虧。我呃佢哋，係佢哋自己蠢，怪唔到我。就咁，黃福一直呃到40歲。佢呃過嘅人總共有183個，每一個都因為佢而受苦。但黃福唔知道，報應就快到。黃福40歲嗰年，突然生咗一場大病。一開始只係身上生咗幾粒小瘡。佢冇放喺心上，以為過幾日就會好，但嗰啲瘡唔單止冇好，反而越生越多。好快佢全身都生滿晒瘡，嗰啲瘡會流膿，會流血，而且痕到入骨。黃福一抓，皮膚就爛開，露出紅肉。佢請咗好多郎中嚟睇，食咗好多藥，但全部都冇用，病情越嚟越嚴重。佢啲皮膚開始潰爛，一塊一塊咁甩落嚟，痛到佢死去活嚟，每晚都瞓唔着。佢個妻子嫌棄佢，離開咗佢。佢啲朋友都避開晒佢，驚會俾佢傳染。連做買賣嘅夥伴都一個個同佢斷絕來往。佢一個人瞓喺床上，孤零零淡，冇人照顧。間屋入邊漫住腐臭味，連下人都唔願入嚟。黃福瞓喺床上，望住自己潰爛嘅身體，突然明白呢個就係報應。佢呢一世呃咗咁多人，害咗咁多人，而家終於輪到自己受苦。佢諗起嗰個俾佢賣假布凍病咗嘅農民陳大，諗起嗰個俾佢呃秤挨肚餓嘅老婆婆，諗起嗰啲俾佢拖工錢搞到受害嘅工人，諗起俾佢呃到妻離子散嘅朋友劉明。佢諗起佢哋嘅面，佢哋嘅眼神，佢哋嘅痛苦。佢突然覺得自己真係做錯咗，我錯啦。佢瞓喺床上，流住眼淚講：我真係錯啦，但一切都已經太遲。佢想去揾嗰啲俾佢呃過嘅人道歉，但佢已經喐都喐唔到。佢想將啲錢還翻俾佢哋，但嗰啲人有啲已經死咗，有啲已經揾唔到。佢只可以瞓喺床上等死。3個月後，黃福喺痛苦之中死去。佢死嗰陣，身上已經冇一忽好肉，全部都係潰爛嘅傷口。佢負屍身，連收屍嘅人都唔願掂。最後係幾個下人用草管捲住草草埋咗黃福。死後佢嘅魂魄離開咗身體，飄飄蕩蕩，唔知要去邊。突然嚟咗2個着住黑衫嘅人。佢哋面色好可怕，好似死人一樣。你係黃福？其中一個問。係啊。黃福嚇到發抖，勤我哋走。嗰個人話閻王爺要審你。黃福俾呢2個鬼差壓住，嚟到一個陰森地方，嗰度有一座大殿，殿門上面寫住深羅殿3個字。殿入邊坐住一個着官袍嘅人，面色鐵青，威嚴無比。嗰個就係閻王爺。閻王爺張台上放住一本厚厚嘅簿，嗰本就係生死簿，記低咗每個人一生嘅善惡。黃福俾人押到閻王爺面前，嚇到成身發抖。閻王爺翻開生死簿，望住上面嘅記錄，佢睇咗好耐，面色越嚟越難睇。黃福，閻王爺話把聲低沉：你呢一生可知罪？
知之罪。王福跪喺地下一路發抖，講下你犯咗咩罪？閻王爺問。王福諗咗諗，話我呃人賣假貨，明稱拖工錢，借錢唔還，仲有呢？閻王爺再問，王福諗咗好耐，話冇啦。閻王爺冷笑一聲，你自己數下，你呢一世總共呃咗幾多人？王福諗唔起，閻王爺將生死簿轉過去俾佢睇，上面密麻麻寫住佢呢一世做過嘅所有壞事，每一筆都記得清清楚楚。王福一路睇，越睇塊面越白。183人。閻王爺話：你呢一世總共呃咗183個人，有啲人因為你家破人亡，有啲人因為你妻離子散，有啲人因為你含恨而終。你話你該唔該落地獄？王福嚇到魂飛魄散，該我該。佢話求閻王爺饒我一命。閻王爺望住佢，沉默咗好耐。照道理你應該落地獄受刑100年。閻王爺話，但你臨死之前有悔意，而且你在世嗰陣都做過幾件好事，例如你曾經俾過乞兒錢，例如你曾經幫過鄰居收屋。呢啲善事雖然唔多，但都算係你少少功德，所以我俾你一個機會。咩機會？王福急問。你下一世要用肉身還債。閻王爺話，你呃過嗰啲人，佢哋受過嘅苦，你下一世都要受翻一片，只有咁樣，你先可以洗清罪孽。王福聽完，雖然好驚，但都係點咗點頭，我願意。佢話好。閻王爺話，咁你下一世就去投胎啦。於是王福嘅魂魄就俾人帶走，去咗投胎。佢投胎成咗一個屠夫屋企個仔，嗰一世佢叫張明。第二世王福投胎做咗張明。張明出世喺蘇州府城西一個屠夫家庭，阿爹叫張大，係個劏豬屠夫，身形魁梧，力氣好大。阿媽喺張明3歲嗰年就病死咗，剩低父子2個相依為命。張明由細到大都係跟住阿爹大，每日聞住血腥味望住阿爹劏豬。佢唔知點解每次見到豬俾人劏，心入邊都好難受。嗰種難受唔係普通細路見到血咁驚，而係一種講唔出嘅痛苦，好似佢感受到啲豬嘅痛苦一樣。有一次張明5歲，阿爹正喺度劏豬，嗰隻豬好大好壯，掙扎得好勁，阿爹一刀插落去，隻豬發出淒厲慘叫，鮮血噴晒出嚟，應到周圍都係。張明企喺隔籬望住，突然喊咗起嚟。明兒，你喊乜？阿爹奇怪咁問。爹，我覺得佢好可憐。張明哽咽，豬話可憐。阿爹搖搖頭，呢個係豬，唔係人，而且我哋係屠夫，劏豬係我哋屋企祖傳營生，你之後都要學，唔可以咁心軟。張明聽完，雖然唔願意，但都只可以點頭，因為佢知道佢哋一家就係靠劏豬揾食。如果唔劏豬就冇飯食，但每次見到豬俾人劏，張明心入邊嘅痛苦就加深一分。張明10歲嗰年，阿爹決定教佢劏豬。明兒，你已經10歲啦，係時候學劏豬啦。阿爹話：爹，我唔想學。張明話唔想學，阿爹皺起眉頭。咁你之後點養活自己？我哋屋企祖祖輩輩都係劏豬。呢個係老天爺賞飯食，你都一定要學。張明冇辦法，只可以跟住阿爹學。嗰日阿爹捉咗一隻小豬，將佢按喺砧板上嚟。明兒，你試下。阿爹將把刀遞俾佢，張明揸住把刀，隻手一路發抖。佢望住嗰隻小豬，小豬都望住佢。小豬雙眼入邊充滿恐懼同哀求，好似喺度講：求求你唔好殺我。張明啲眼淚流咗出嚟，爹，我落唔到手。佢話唔得。阿爹面色一沉，你一定要學識，呢個係我哋屋企嘅本分，
你避唔到。張明咬一咬牙，合埋眼，一刀插咗落去，把刀插入小豬條頸，鮮血噴湧而出。小豬發出淒厲慘叫，掙扎咗幾下，慢慢唔喐。張明張開眼，望住死咗嘅小豬，喊得更加勁。爹，我殺咗佢。佢喊住話：我真係殺咗佢。阿爹望住個仔呢個樣，嘆咗口氣。明兒，佢話做屠夫就係咁，你會劏好多好多豬，但你要記住，每次劏豬都要俾佢一個痛快，唔好令佢受太多苦。呢個就係我哋做屠夫最後一點良心。張明點咗點頭，將呢句說話記咗喺心入邊。由嗰日起，張明開始咗佢嘅屠夫生涯。張明呢一世總共劏咗300隻豬，每劏一隻，佢都覺得心入邊好沉重。佢聽到啲豬嘅慘叫，見到啲豬掙扎嘅樣，聞到血腥味，每一次殺戮對佢嚟講都係一種折磨。但佢冇辦法，因為呢個係佢屋企嘅營生，佢要靠呢樣養活自己，養活阿爹。後尾阿爹死咗，張明娶咗妻子，生咗個仔，佢更加唔可以唔劏，因為佢要養家糊口。張明嘅妻子叫劉氏，係個善良婦人。佢知道張明心入邊嘅痛苦，成日安慰佢上工。佢話：你唔好諗咁多，劏豬雖然係造業，但你都係為咗養家，唔係故意。老天爺會明白嘅。張明聽完苦笑一聲，我都希望老天爺真係會明白。佢話隨住年紀越嚟越大，張明劏豬嘅手法越嚟越熟。佢記住咗阿爹講過嘅說話，每次劏豬都盡量俾豬一個痛快，一刀落去，隻豬就會死，唔會捱太多苦。但佢心入邊嘅罪惡感反而越嚟越重。佢成日發惡夢，夢見嗰啲俾佢劏過嘅豬，佢哋喺夢入邊向佢索命，向佢慘叫。佢哋話：張明，你劏咗我哋要你償命。張明嚇到醒咗，成身冷汗，妻子都俾佢驚醒，問佢發生咩事。冇事，發惡夢啫。張明話：但佢心入邊知道呢個唔係普通噩夢，而係嗰啲豬嘅怨魂真係嚟揾佢。張明有個習慣，每劏一隻豬，佢就會喺一本小簿仔度記一筆。佢記低每一隻豬嘅日期大小，仲有特指。妻子問佢上工：你點解要記呢啲？因為我要記住。張明話：我要記住我劏過幾多生靈，記住佢哋嘅樣，咁樣我先唔會唔記得我欠咗佢哋嘅債。妻子聽完，心入邊好難受。佢知道丈夫心入邊承受住巨大痛苦。張明30歲嗰年，簿仔上已經記咗100隻豬。佢望住嗰本簿，心入邊好沉重。100隻啦。佢心諗：我已經劏咗100條生靈，唔知仲要再劏幾多。但佢唔知道，佢仲要再劏200隻，總共300隻。張明30歲嗰年遇到一個老和尚。嗰日，張明喺街上賣肉，老和尚經過望咗佢一眼。老和尚停低，企喺佢面前，仔細望住佢。施主，老和尚話：你業障好重啊。張明冷咗一愣，問大師何出此言？你身上有好重殺氣。老和尚話：你呢一生劏咗好多生靈係咪？張明點點頭，話：我係個屠夫，劏豬係我屋企嘅營生。阿彌陀佛。老和尚話：殺生係重罪，施主要小心啊。大師張明問：我都唔想劏，但我係屠夫，唔劏就冇飯食，我可以點做？老和尚沉思咗一陣，話：既然你已經入咗呢一行，就好難退出，但你可以做幾件事去減輕罪業，請大師指點。張明話：第一，老和尚話你喺劏豬嗰陣要心懷慈悲，俾佢一個痛快，唔好令佢受太多苦。第二，你要成日誦經，替嗰啲俾你劏咗嘅豬超度。第三，你要多做善事，積累功德，去抵消殺生罪業。第四，你要發願來世唔再殺生。張明聽完，認真咁點咗點頭，
多謝大師指點，佢話我會照做。老和尚笑咗笑，轉身離開。由嗰日起，張明每次劏豬之前都會默念幾句經文，佢會同豬講對唔住，我都唔想劏你，但呢個係我屋企嘅營生，我會俾你一個痛快，唔會令你受太多苦，希望你下世投個好胎。之後佢就會一刀落去，令隻豬快啲死，盡量減少佢嘅痛苦。劏完豬之後，佢會誦經替豬超度，佢念嘅係往生咒。雖然佢唔識字，但佢揾人教過佢，佢背得到，佢都開始做善事。見到乞兒會俾啲錢，見到有人需要幫手會伸手幫忙，見到寺廟就會去上香，俾香油錢。佢希望透過呢啲善行可以減輕自己殺生嘅罪業。張明個妻子劉氏係個好善良嘅婦人，佢見到張明咁痛苦，心入邊都好難受。佢成日安慰佢，鼓勵佢。相公佢話：你雖然劏豬，但你心地善良，你每次劏豬都盡量令佢少受苦，你仲誦經超度佢哋，又做善事積功德。我相信老天爺會睇到你份善心。張明聽完，捉住妻子隻手，多謝娘子。佢話有你喺度，我心入邊好受好多。劉氏都開始幫張明做善事，佢會將屋企啲剩飯剩菜送俾附近乞兒，佢會幫鄰居照顧細路，佢會去寺廟替張明祈福，兩公婆一齊做善事，希望可以減輕張明殺生罪業。但報應最後都係嚟咗。張明45歲嗰年，突然生咗一場怪病，一開始只係身上生咗幾粒小瘡。佢以為係皮膚病，冇太在意，但冇幾耐嗰啲瘡越生越多，越生越大。佢全身都生滿晒瘡，流膿流血，痕到入骨。佢去睇郎中，郎中話佢呢個係屍毒，開咗藥俾佢，但食咗藥唔單止冇好，反而更加嚴重。佢啲皮膚開始潰爛，一忽一忽淡甩，痛到佢死去活來。每晚都瞓唔着，更可怕嘅係佢身上開始散發出一陣腐臭味，好似腐爛咗嘅肉一樣。劉氏雖然心痛丈夫，但都頂唔順呢一陣味，佢只可以帶住布巾掩住口鼻嚟照顧張明。個仔張虎見到阿爹變成咁，嚇到唔敢行近。張明瞓喺床上，望住自己潰爛嘅身體，突然明白呢個就係報應。佢呢一世劏咗咁多豬，而家終於輪到自己受苦。嗰啲豬臨死之前嘅痛苦，而家全部都喺佢身上重演。佢身體潰爛，就好似嗰啲豬俾人劏完之後咁。佢受嘅苦就好似嗰啲豬臨死之前受嘅苦。有一晚，張明痛到瞓唔着，佢瞓喺床上，望住窗外月光，突然流低眼淚。我抵死佢，自言自語，我劏咗咁多生靈，我抵死，但我都係冇辦法，我唔係故意，我係為咗養家糊口先做屠夫。我每次劏豬都盡量令佢少受苦，我亦都誦經超度佢哋，做善事積功德。但點解我都仲要受咁樣嘅報應？就喺呢個時候，窗外突然傳嚟一把聲，因為殺生就係殺生。無論出於乜緣由，張明嚇咗一跳，轉頭一望，窗外企住一個人影。月光下面，佢睇清楚嗰個人就係嗰個老和尚。大師張明驚訝咁話：你點解會喺呢度？老和尚行入屋，望住張明，我經過呢度，感應到你嘅痛苦，所以入嚟睇下。老和尚話：大師，張明問我明明照你講嘅，做咗咁多嘢，點解都仲要受咁樣嘅報應？老和尚嘆咗口氣話：施主，你雖然做咗善事，但殺生業障實在太重。你呢一世劏咗300隻豬，呢個係300條生靈啊！就算你誦經超度，做善事積功德，都冇辦法完全抵消。你而家受嘅苦，就係你欠落嘅債，你一定要用肉身嚟還。張明聽完，流低眼淚，
咁我可以點做？佢問。你要懺悔。老和尚話，真真正正咁懺悔之後，接受呢個報應。當你還清晒啲債，下一世就會輕鬆啲。張明點咗點頭，我明白啦。佢話由嗰日開始，張明每日都喺度懺悔。佢對住窗外，對住天空講：我錯咗，我真係錯咗，我殺咗300條生靈，我有罪，我願意接受報應，用我嘅肉身嚟還債，請原諒我。佢咁樣講咗3個月，3個月後，張明喺痛苦之中死去。張明臨死前嗰晚，劉氏陪喺佢身邊。張明望住妻子，眼入邊滿係愧疚。娘子，佢話對唔住，令你受苦啦。相公唔好講呢一啲說話。劉氏喊住講：你冇對唔住我，我有。張明話：我呢一世做咗太多錯事，連累咗你，你要好好照顧活。佢又話：唔好再俾佢做屠夫啦，俾佢讀書，俾佢學手藝，做乜都得，總之唔好殺生。殺生嘅報應太可怕啦。劉氏點點頭，喊住應承咗。我應承你。佢話我唔會俾活做屠夫。張明聽完，稍為鬆咗一口氣。仲有佢話，我前世好似都做咗好多壞事，我隱約記得我前世係個商人，呃咗好多人。雖然記唔清，但我知道我前世都欠落好多債。呢一世殺生，可能就係為咗還前世嘅債。下一世我仲要繼續還，直到將所有債都還清。劉氏聽完，雖然唔係太明，但都係點咗點頭。嗰晚張明死咗，佢死嗰陣身上已經冇一忽好肉，全部都係潰爛嘅傷口。佢嘅死相同前世嘅黃福一模一樣。張明死後，佢嘅魂魄又嚟到陰間，又嚟到森羅殿。閻王爺仲係坐喺嗰度望住佢。張明，閻王爺話：你又嚟啦。係。張明跪喺地下。小嘅又嚟啦。閻王爺翻開生死簿，望住上面嘅記錄：你呢一世殺生300，罪孽深重。閻王爺話：張明低低頭話：小嘅知罪。但係閻王爺又話：你呢一世有幾點做得唔錯。第一，你雖然殺生，但你心懷慈悲，盡量令嗰啲豬少受苦。第二，你成日念經，為嗰啲豬超度。第三，你做咗好多善事，積落咗功德。第四，你臨死前真心懺悔，所以你呢一世算係還咗一部分債。張明聽完，稍為鬆咗一口氣，但係閻王爺話：你欠落嘅債仲未還清，你前世呃咗183人，呢一世殺生300條，2世加埋業障太重啦，下一世你仲要繼續還，而且為咗要你記住教訓，下一世我要你帶住3世記憶去投胎，你要親眼望住自己前2世犯低嘅罪業，然後喺第3世將所有債都還清，只有咁樣你先至可以跳出輪迴。張明聽完，雖然驚，但都係點咗點頭。小嘅明白啦。佢話：小嘅願意。好。閻王爺話：咁你下一世就去投胎啦。記住呢一次係你最後一次機會。如果你呢一世仲未能夠將債還清，仲未能夠守住本心，咁你就要永遠喺輪迴之中受苦啦。張明聽完，心入邊一冧，知道一定會努力嘅。佢話，於是張明嘅魂魄又俾人帶走，投胎去咗。今次佢投胎做李家個仔李安，而且佢帶住前2世嘅記憶。李安7歲嗰年，記翻前2世嘅事之後，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將債還清。喺慧明和尚嘅指點之下，佢開始制定還債計劃。李安慧明話：你前2世欠落嘅債分做2部分，第一部分係你第一世呃人嘅債，第二部分係你第2世殺生嘅債。呢2部分債都要還，我應該點樣還？李安問。第一世嘅債相對易啲。慧明話：你要揾翻嗰啲俾你呃過嘅人，
或者佢哋嘅後人，將銀錢還俾佢哋，或者幫佢哋。第二世嘅債比較難。慧明又話，因為你殺嘅係豬，唔係人，你要超度嗰啲豬嘅亡魂，仲要救300條性命嚟抵消你殺嘅300條命，而且你要發願由今以後唔殺生唔食肉。李安聽完，認真咁點咗點頭，我明白啦。佢話我會照做。於是李安開始咗佢漫長嘅還債之路。李安首先要還嘅係第一世呃人嘅債，但佢好快發現一個問題，嗰啲被呃嘅人都係50-60年前嘅事，好多人可能已經死咗或者搬走咗，佢要點樣揾到佢哋？慧明和尚同佢講，有緣者自會相見，你只需發心去還，嗰啲債主自然會喺你生命之中出現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牽引。李安聽完，雖然唔係太明，但都仲係照做咗。佢每日都會喺心入邊默念，前世俾我所害之人，若然仲喺人間，願與我相遇，令我還清呢筆債。奇妙嘅事情發生咗。有一日，李安行喺街上，突然心口一陣刺痛，佢唔知點解就順住嗰種感覺行下，去到城外一條小村。佢見到一個老人坐喺屋前曬太陽，咳得好犀利。李安望住嗰個老人，腦海入邊突然浮現一個畫面，嗰個係前世嘅記憶。一個農民買咗佢嘅賈布，喺雪地入邊凍咗一晚，就係呢個人。李安行過去話：老伯，你係陳大嗎？老人抬起頭，奇怪咁望住佢。我係，你係邊個？我叫李安。李安話：但我前世叫黃富，嗰年冬天你買咗我嘅布做冬衣，結果件衫爛咗，你喺雪地入邊凍咗一晚，落低咗病根，都係因為我賣假布。陳大聽完愣住咗。李安將前世嘅事一五一十講咗出嚟，嗰啲細節只有陳大自己知道。陳大終於信咗，眼淚流咗落嚟，原來真係有輪迴。佢話李安俾陳大10兩銀，話呢啲係還你嘅債，但李安覺得10兩銀都唔夠，因為陳大個娘因為呢件事急病而死，呢啲係冇辦法用錢彌補，所以李安決定再去睇陳大。後來李安帶住父親又去咗陳大家，陳大見到李安好驚訝：李小哥，你點解又嚟啊？佢問陳大伯。李安話：我想再幫你做啲事，你身體唔好，做唔到從活計，我想請你幫我睇田，係份輕省嘅差事，工錢1個月500文，你睇下得唔得？陳大聽完感動到唔知講咩好，呢啲點好意思？佢話應該嘅。李安話：都係我前世害咗你，我呢一世要補償你。由嗰日之後，陳大就喺李家做工。雖然只係睇田，但有咗固定進項，陳大嘅日子寬裕咗好多。李安每個月仲會送啲藥材俾佢，幫佢調理身體。幾年之後，陳大嘅身體好咗好多，人都精神咗。佢逢人就講李安係個好孩子，前世嘅恩怨都還咗。又有一日，李安行過一條巷，突然又係心口一痛，佢順住感覺行入去。見到一個老太太坐喺門口，老太太已經80幾歲，身子好虛弱。李安腦海入邊又浮現畫面，呢個就係嗰個俾佢呃秤呃兩嘅老太太。李安行過去同老太太講明來意，老太太聽完都係又驚又喜。李安俾咗佢5兩銀，但佢覺得仲係唔夠。老太太一個人住，冇人照顧，好可憐。於是李安叫母親黃氏每日去俾老太太送飯。黃氏係個善良嘅婦人，好樂意幫手。佢每日做好飯就俾老太太送一份過去，有時仲會幫老太太洗衫、打掃房間。老太太好感動，逢人就講黃家係好人。2年後，老太太病倒咗，瞓喺床上起唔到身。李安知道咗，
叫母親去照顧佢。王氏每日去為老太太食飯餵藥，末身就似照顧自己阿娘一樣。老太太臨死前拉住王氏隻手，流住眼淚話：我呢一世冇兒冇女，冇諗到臨老仲有人照顧，你哋王家都係好人，老天爺會保佑你哋。老太太講完，安詳咁走咗。李安幫佢辦咗葬禮，將佢葬喺村外嘅墓地。李四係嗰啲俾黃福拖欠工錢嘅工人之一。李安都係喺街上突然心痛，之後揾到佢。李四當年俾黃福欺負，心入邊一直都好憤恨。後來佢娶咗老婆，但因為太窮，老婆同佢嘈交，最後離開咗佢。李四一個人過咗幾十年，而家已經60幾歲。李安揾到佢，將當年欠落嘅工錢還俾佢。李四叔，李安話呢啲係當年欠你嘅工錢，一共250文，但咁多年過去，而家米貴柴高，銀錢唔同當年，呢啲錢恐怕唔夠補翻嚟，我俾你10兩銀，當係利息同補償。李四接過銀，隻手喺度震。你真係記得前世嘅事？佢問記得。李安話我記得好清楚，當年係我唔啱，欺負咗你同其他工人，我呢一世嚟就係為咗還債，請你原諒我。李四望住呢個10幾歲嘅細路，眼淚流咗落嚟。我原諒你啦。佢話你記得前世嘅事，仲嚟還債，呢份心難得。黃福雖然害咗我，但你唔係黃福，你係李安，你係個好孩子。李安聽完，心入邊鬆咗一口氣。佢向李四叩咗3個頭先離開。接落嚟嗰幾年，李安陸續揾到其他俾佢呃過嘅人，全部都係靠嗰種奇妙嘅心痛感應揾到。有啲人仲在生，李安就俾錢佢哋，或者幫佢哋做事。有啲人已經死咗，李安就去幫佢哋上墳燒紙錢。有個叫張三嘅人俾黃福呃咗20兩銀，李安揾到佢個仔，將啲錢還俾佢。有個叫劉武嘅人俾黃福賣假貨，搞到生意破產。李安揾到佢，幫佢重新開鋪。有個叫趙六嘅人俾黃福欠落一筆貨款，李安揾到佢個孫，將啲錢還俾佢。就係咁，李安一個一個咁揾，一個一個咁還。李安用咗足足10年，先至將第一世欠落嘅債大致還清。10年入邊，佢行遍咗蘇州府每一個角落，佢揾到183個俾佢呃過嘅人，或者佢哋嘅後人。有啲人已經原諒咗佢，有啲人仲恨緊佢。但無論點樣，李安都盡力去彌補。佢將父母俾佢嘅所有積蓄全部都攞去還債，自己一文錢都冇留。有時佢要用錢去還債，但手頭冇，佢就去做工幫人搬貨，一日賺幾十文，儲夠再去還債。父母見到個仔咁辛苦，好心痛。安安母親黃氏話：你咁樣太離啦，娘，我唔理。李安話呢啲係我應該做嘅，我前世欠落嘅債，我呢一世要還清。如果唔係，我永遠都唔會心安。父親李大山都勸佢阿仔：你已經做得夠多啦，剩低嘅債慢慢還啦，唔好搞到自己太勇。爹，我冇事。李安話我後生，身體好，而且我記得前世嘅事，知道自己欠落幾多債。如果我唔快啲還，我會一直都心唔安。父母見個仔咁堅持，都唔再勸啦，佢哋只可以盡力幫住個仔，幫佢分擔一啲。10年後，李安17歲，佢基本上還清第一世欠落嘅債。183個人，佢全部都揾到，或者揾到佢哋嘅後人，應該還嘅錢都還咗，應該道嘅歉都道咗，應該做嘅補償都做咗。雖然有啲人仲係唔原諒佢，但李安已經盡力啦。佢問心無愧。第一世嘅債還清之後，李安開始還第二世嘅債。
呢筆債更加難還，因為佢殺嘅係豬，唔係人。嗰300隻豬嘅怨魂一直跟住佢，每到深夜，佢就聽到豬嘅慘叫，佢見到嗰啲豬嘅眼睛充滿怨恨，佢瞓唔着，成晚失眠。父母好擔心，但又唔知點算。慧明和尚同佢講：你要超度佢哋，點樣超度？李安問：第一，你要替佢哋念經為名，話每日念1000遍往生咒，連續念3年。第二，你要發願由今以後唔殺生、唔食肉。第三，你要救300條性命嚟抵消你前世殺嘅300隻豬。只有做到呢3點，嗰啲豬嘅怨魂先會放過你。李安聽完，認真咁點咗點頭，我明白啦。佢話我會做到。由嗰一日起，李安開始念經，每日念1000遍往生咒。往生咒全文係南無阿彌陀佛，亦多佢加多耶，佢哋耶阿彌利都婆毗，阿彌利多悉耽婆毗，阿彌利多毗迦蘭帝，阿彌利多毗迦蘭多加利利加加那斯，多加利蘇婆斯。李安雖然唔識字，但佢請慧明和尚教佢，佢一個字一個字咁學，最後背熟咗。佢每日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就係念經，念完1000遍先去食飯，先去做嘢。1000遍往生咒要念2個時辰。李安每日都堅持，風雨不改。有時佢病咗，身體唔舒服，但都堅持念。有時佢太遠，就快要瞓着，但都堅持念完。父母見到個仔咁辛苦，真係好心痛個仔。你抖下啦。母親話唔好搞到身體頂唔順，涼我唔可以抖。李安話我要替嗰300隻豬念經超度，如果我唔念，佢哋嘅怨魂就唔會散，我就永遠都唔得安寧。就係咁，李安堅持咗3年，3年入邊佢念咗1095000遍往生咒。李安仲發願，由今以後唔殺生，唔食肉。佢成咗一個食素嘅人。一開始父母唔明，阿仔，你仲喺發育，唔食肉點得？母親話娘，我前世殺咗300隻豬，我呢一世唔可以再食肉。李安話如果唔係，我就係繼續造業。父母拗佢唔過，只好由得佢。母親每日煮飯都會特登煮啲素菜俾李安，雖然冇肉，但母親煮得好有心機，好好食。李安食得好香，一啲都唔覺得委屈。鄰居知道咗都覺得好奇怪，李家個仔點解唔食肉？聽講係因為佢記得前世嘅事，前世殺咗好多豬，所以呢一世唔食肉。呢個細路真係有善心，都有人唔明，覺得李安太傻，唔食肉點長身體？佢咁樣落去，身體會垮㗎。但李安唔理人哋點講，佢只知道自己一定要咁做先可以贖罪。除咗念經同食素，李安仲要救300條性命嚟抵消佢前世殺咗嘅300隻豬。李安18歲嗰年開始救命。嗰日李安行過街市，見到一個婦人拎住一隻雞，準備拎翻屋企殺嚟食。嗰隻雞好肥，落角咁叫，好似知道自己嘅命運。李安望住嗰隻雞，心入邊一動。佢行過去同婦人講：大嬸，呢隻雞可以賣俾我嗎？婦人望住佢，奇怪咁問：你要買雞？係啊，李安點頭。50文。婦人話：李安拎出50文錢買咗嗰隻雞。婦人好開心，將隻雞交俾佢，攞住錢走咗。李安拎住隻雞去到城外嘅樹林，佢將隻雞放喺地下，解開繩去啦。佢同隻雞講：好好活落去。隻雞甩甩叫咗2聲，好似喺度多謝佢，然後跑入咗樹林。李安望住佢嘅背影，心入邊鬆咗一口氣。呢個係第1條命，仲有299條。接落嚟嘅日子，李安周圍去救命。佢見到有人要殺魚，佢就買落嚟放生去河入邊。
嗰日佢見到一個漁夫捉咗10條魚，準備拎去街市賣。李安行過去話：大哥，呢啲魚我全部買晒，幾多錢？漁夫話：一共200文。李安拎出200文錢，買咗嗰10條魚，然後佢拎住啲魚去到河邊，一條一條咁放翻入河。去啦，好好活落去。佢同啲魚講，啲魚喺水入邊游咗幾個圈，好似喺度多謝佢，然後游走咗。李安望住佢哋游走，心入邊好開心。呢個係第2到第11條命。佢又見到有人要殺鴨，佢就買落嚟放生去池塘。佢見到有人要殺兔仔，佢就買落嚟放生上山。佢見到有人要殺羊，佢就買落嚟放生去草地。就係咁，李安一條一條咁救命。李安唔單止救動物嘅命，亦都救人命。有一次，有個老人病得好重，冇錢睇病，就快死啦。李安知道之後，將自己僅有嘅5兩銀全部俾咗個老人。老人用呢啲銀錢買藥，病好返，仲活咗落嚟。呢個都算救咗一條命。老人好感激，逢人就講李安係活菩薩。仲有一次，有個細路跌咗落河，就快浸死啦。李安見到，毫不猶豫跳落河。河水好急好深，李安搏命游過去。佢捉住個細路件衫，將個細路拖翻上岸。個細路吐咗幾啖水，終於醒翻過嚟。個細路阿媽跑過嚟，攬住個細路喊：多謝恩公救命。佢同李安講唔使客氣。李安話應該嘅，呢個都算救咗一條命。李安救命，一救就救咗足足20年。20年入邊，佢慳食慳使，將所有錢都用嚟買動物放生。佢亦都冒住生命危險去救嗰啲遇到危險嘅人。有時佢冇錢啦，就去做工搵錢，然後繼續買動物放生。父母見到個仔咁辛苦，好心痛個仔。你已經做得夠多啦。父親話唔好太用，爹，我仲未救300條命。李安話我唔可以停。母親都勸佢：阿仔，你要愛惜自己身體啊。娘，我知道。李安話，但我一定要將債還清。如果唔係，我永遠都唔得安寧。父母見個仔咁堅持，都唔再勸啦。佢哋只可以默默幫住個仔。有時父母都會幫手，例如母親會儲啲錢俾李安去放生，父親會幫李安一齊去救人，成家人一齊努力，終於喺李安38歲嗰年救咗300條命。李安38歲嗰年，佢救咗300條命。嗰晚佢發咗一個夢，夢見300隻豬嚟到佢面前，但佢哋唔再兇惡，唔再怨恨。佢哋望住佢，眼神好平靜，甚至有啲感激。然後佢哋一個一個轉身離開，化成白光，消失喺天邊。李安醒翻嚟，發現自己喊咗，但今次唔係痛苦咁喊，而係解脫咁喊。嗰啲豬嘅怨魂終於放過佢啦，佢終於還清第2世嘅債。由嗰日起，李安再冇聽過豬嘅慘叫，再冇見過豬嗰種怨恨嘅眼神。佢夜晚可以安心瞓覺啦，佢個心終於平靜落嚟。李安以為自己已經還清晒所有債，佢以為自己可以安心過完呢一世，但佢冇諗到真正嘅考驗先啱啱開始。李安40歲嗰年，父親病倒咗。嗰日父親喺田入邊做緊嘢，突然跌低咗，鄰居見到，即刻扶佢翻屋企。李安同母親嚇壞咗，即刻請郎中嚟睇。郎中把完脈，面色好凝重。李施主郎中話：令尊呢個心疾好嚴重，需要用名貴藥材先醫得到。咩藥？李安即刻問。要用人參、鹿茸、靈芝呢啲。郎中話：但呢啲藥好貴，一副藥就要10兩銀，而且要連續食3個月先見效。李安計咗計
3個月就係90兩銀。佢心入邊一沉，佢呢啲年將所有錢都用晒去還債同放生，屋企根本冇咁多錢。郎中可唔可以用平啲嘅藥？李安問。郎中搖搖頭，話平啲嘅藥只可以舒緩，唔可以斷尾，而且令尊嘅病好重，如果唔用好藥，恐怕頂唔過半年。李安聽完，心入邊好難受。佢送走郎中，返到父親床前。父親瞓喺床上，面色蒼白，呼吸好微弱。爹，你唔好擔心，我會諗辦法。李安話。父親駁開眼，望住個仔，苦笑一聲。阿仔，爹知道屋企冇錢，佢話爹年紀大啦，活夠啦，你唔使為我花錢。爹唔好講呢啲說話。李安話。你會好返嘅，但佢心入邊知道，如果唔用好藥，父親真係頂唔到幾耐。李安開始周圍借錢，佢先去揾親戚。佢有個叔叔喺城入邊做買賣，屋企比較富裕。叔叔李安話：我爹病咗，需要錢買藥，你可唔可以借100兩銀俾我？叔叔聽完面色一變，安仔，唔係叔叔唔想幫你，佢話。但你呢啲年將啲錢都用晒去還前世啲債，大家都知道借俾你啲錢，你幾時先還到？你而家都冇穩定進項，叔叔實在唔敢借俾你。李安聽完好失望，但都理解。佢又去揾其他親戚，但大家都係同一個態度，都話李安冇能力還錢，所以唔敢借。李安又去揾鄰居。揾朋友，但大家都唔願借。有個鄰居話：李安，唔係我唔幫你，但你呢啲年做嘅事，大家都睇喺眼內。你將啲錢都用晒去還債，放生搞到自己一啲積蓄都冇。而家你爹病咗，你先知道要用錢，但邊個敢借俾你？你攞乜去還？李安聽完無話可說，佢知道呢啲人講嘅都係實話。佢呢啲年確實冇幫自己留低任何積蓄，佢將所有錢都用晒去還債同行善。而家佢真係1文錢都冇。就喺李安走投無路嗰陣，嚟咗一個商人，個商人姓趙，叫趙富，係個做買賣嘅。趙富揾到李安話：李兄，我聽講你屋企有難處。係，李安點頭。我父親病咗，需要錢買藥。我可以幫你。趙富話。李安聽完眼都光埋。真嘅，多謝趙老闆，但我有一個條件。趙富又話。咩條件？李安問。我想請你同我合作做一筆買賣。趙富話。呢筆買賣好好賺，做成咗你就有錢俾你父親睇病。咩買賣？李安問。趙富壓低把聲，湊近李安耳邊話：倒賣私鹽。李安聽完面色變咗，佢知道倒賣私鹽係犯法嘅，朝廷唔准私人販鹽，只可以喺官府賣。如果私下販賣，俾人捉到要坐監甚至殺頭。趙老闆呢樣唔係太妥當喎。李安話：有咩唔妥？趙富話：朝廷賣嘅鹽太貴，老百姓買唔起。我哋賣嘅私鹽平啲，老百姓買得起，呢個係做好事，唔係做壞事。而且李兄趙富繼續話，眼神入邊閃過一絲精明。官府查得好緊，但你係10里8鄉出名嘅大善人，如果用你嘅船運貨官差，絕對唔會查。借你個名頭運一趟銀紙，你攞大頭。李安聽完，心入邊更加亂。原來趙富唔單止想拉佢入伙，仲想利用佢嘅善名嚟掩護犯法嘅買賣。而且呢筆買賣冇乜風險，我有通天門路，唔會俾人捉到。趙富又話，只要做成一次，你就可以賺100兩銀，救你父親睇病。李安聽完，心動咗，佢真係太需要錢。父親病得好重，再唔食藥，可能就頂唔到幾耐。但倒賣私鹽係犯法，佢前世第一世
就係因為做咗好多犯法嘅事，呃咗好多人，先至欠落咁多債。如果佢呢一世又行返歪路，咁佢前面嘅努力唔就白費咗咩？佢猶豫咗，李興趙父又話：你要諗清楚，你父親等唔到幾耐，你要係唔做呢筆買賣，你父親就會死，到時你會後悔一世。而且你呢啲年做咗咁多好事，老天爺睇到，偶爾做一次少少犯法嘅事，為咗救父親，老天爺會原諒你。李安個心更加亂。嗰晚李安成晚冇瞓，佢瞓喺床上反來覆去，心入邊好矛盾。一方面佢想救父親，父親養大佢40年，對佢恩重如山。而家父親病得咁重，佢點可以唔救？如果佢唔做呢一筆買賣，父親就會死，佢會後悔一世，會愧疚一世。但另一方面，佢又知道倒賣私鹽係犯法，佢前世就係因為做咗好多犯法嘅事，先至欠落咁多債。如果佢呢一世又行返歪路，咁佢前面30幾年嘅努力唔就白費咗咩？佢會再次墮入輪迴，而且會更加慘。李安喺床上反來覆去，心入邊好似有兩個人喺度爭拗，一個話救父親要緊，倒賣私鹽唔算咩大罪，另一個話唔可以做犯法嘅事，如果唔係前功盡廢，一個話孝順最重要，父親條命比乜都重要，另一個話守住本心最重要，唔可以為咗一時之急就壞咗規矩。李安掙扎咗成晚，到天光都未決定。第二朝一早，李安去揾慧明和尚。慧明和尚而家已經80幾歲，但精神仲好好。李安將件事話俾佢知，大師，我應該點算？李安問，眼淚流咗落嚟。慧明望住佢，沉默咗好耐。李安慧明話：我問你，你呢啲年點解要還債？因為我前世做錯事，欠落好多債。李安話：咁你還債嘅目的係乜？慧明又問：係為咗跳出輪迴，唔再受生老病死之苦。李安話係。慧明點頭：你前兩世欠落嘅債已經還清，但係呢一世嘅考驗先至啱啱開始。如果你呢一世又行返歪路，咁你前兩世嘅努力就白費咗，你會再次墮入輪迴，而且會更加慘。李安聽完面色蒼白，但係我父親就快死啦。佢話我唔可以眼白白望住佢死，你父親會死，呢個係天命。慧明話個個人都有生老病死，呢個係自然規律，你唔可以為咗救你父親就去做犯法嘅事。如果你真係咁做，你父親就算活落嚟，佢都唔會開心，因為佢會知道佢條命係用你嘅前程換翻嚟，佢會愧疚，會難過你咁做唔係孝順，而係害咗佢。李安聽完，成個人愣住咗，但係我可以做啲乜？佢問。你要盡人事聽天命。慧明話你可以做嘅就係盡力幫你父親，但唔可以違背良心，唔可以做犯法嘅事。你可以繼續去借錢，可以去做工搵錢，可以諗其他辦法，但唔可以行歪路。如果你父親真係命該如此，咁你都要接受，呢個就係人生，生老病死，邊個都走唔甩。你已經為父親做咗好多，已經盡咗孝心，剩低嘅就交俾老天爺。李安聽完，眼淚流得更加犀利，但佢知道慧明講得啱，佢唔可以為咗救父親就去做犯法嘅事。如果唔係，佢前面30幾年嘅努力就白費咗。李安返到屋企，趙父仲喺度等佢。李兄，你諗成點啊？趙父問。李安望住佢，深深吸咗一口氣。趙老闆，對唔住。佢話我唔可以同你做呢筆買賣。點解啊？趙父皺起眉頭，因為呢個係犯法。李安話我唔可以為咗錢就去做犯法嘅事。
我前世就係因為做咗好多犯法嘅事，先至欠落咁多債。我呢一世唔可以再犯同樣嘅錯，咁你父親點算？趙父問。我會諗其他辦法。李安話，但唔係呢個辦法。趙父望住佢，搖咗搖頭。你真係個傻仔。佢話有錢唔賺，偏要你父親等死，隨你啦。講完，趙父轉身走咗。李安望住佢嘅背影，心入邊好難受，但佢唔後悔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做咗正確嘅選擇。接落嚟嘅日子，李安周圍諗辦法。佢去當鋪，將屋企值錢嘅嘢都當晒，幾件舊首飾，幾套衫，一啲農具換咗10兩銀。佢去做工，幫人搬貨，一日賺50文錢，由朝做到晚，喐到腰酸背痛。1個月落嚟賺到1兩幾銀，佢仲去揾嗰啲佢幫過嘅人，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借錢俾佢。有個叫陳大嘅老人，係李安幫過嘅。李安前世呃過佢，呢一世李安俾過錢佢，仲請佢喺李家睇田。陳大知道李安有難處，拎出5兩銀俾佢。李小哥，呢啲係我呢啲年儲落嘅銀錢。陳大話，你拎去俾你爹睇病啦。陳大伯呢，點好意思？李安話，應該嘅。陳大話，當年你幫過我，而家我幫你係理所當然。仲有個叫李四嘅老人，都係李安幫過嘅，佢拎出3兩銀俾李安。李安，你係個好孩子。李四話，我雖然唔富裕，但呢啲銀錢我仲拎得出，你拎去啦，就係咁。李安東拼西湊，湊咗20兩銀。雖然唔夠90兩，但至少可以俾父親先食一排藥。李安用呢啲錢買藥俾父親食，父親嘅病情稍為好轉咗一啲，但仲係好虛弱。李安繼續做工揾錢，繼續諗辦法。佢每日只係瞓3-4個時辰，其他時間都喺度做工。母親見到個仔咁辛苦，心痛到一路嗌：阿仔，你唔好咁嚟。佢話，你爹會心痛㗎，量我冇事。李安話，只要救到爹，我做乜都願意。3個月後，李安湊夠咗50兩銀，雖然仲差40兩，但至少父親可以繼續食藥。但父親嘅病情冇明顯好轉。郎中話，因為一開始冇用到夠好嘅藥，錯過咗最好嘅醫治時機，而家就算用好藥，都只可以延緩，唔可以斷尾。李安聽完，心入邊好難受，但佢仲係堅持買藥俾父親食。又過咗3個月，父親嘅病情越嚟越重。有一晚，父親叫李安去床邊，安仔。父親話把聲好虛弱，爹就快唔得啦，爹唔好講呢啲說話。李安話，你會好返㗎，爹知道自己嘅身體。父親話，爹呢世人活咗60幾年都夠啦，爹要走啦，但係爹有幾句說話想同你講。李安捉住父親隻手，眼淚流咗落嚟。爹，你講。第一，父親話，爹見到你呢啲年還債行善，好因為你係個好仔，爹以你為榮。第二，爹知道有人揾你做犯法買賣，但係你拒絕咗，你做得啱。人呢一世最重要唔係活得幾耐，而係活得問心無愧。你守住咗本心，爹好開心。第三，爹走咗之後，你要好好照顧你娘呢一世跟住爹挨父啦，你要對佢好。第四，你都要照顧好自己。你呢啲年為咗還債，為咗行善，搞到自己咁辛苦，以後要多啲為自己諗，唔好太苦咗自己。第五，爹希望你可以成親，有個家過返正常人嘅日子，唔好因為還債就將自己成個人生都耽誤咗。李安聽住父親嘅說話，喊到講唔出聲。爹，我記住啦。佢哽咽住講好。父親笑咗笑，爹走咗都唔會後悔，因為爹有你呢個好仔。講完，父親合上雙眼，平靜咁走咗。父親過身之後，李安好難過，但佢唔後悔，因為佢已經盡力，而且佢問心無愧。
佢冇為咗救父親就去做犯法嘅事，佢守住咗自己嘅本心，守住咗呢30幾年嚟嘅堅持，辦完父親嘅後事。李安去揾慧明和尚大師，佢話我父親走咗，我知道。慧明話節哀順變，大師我做得啱唔啱？李安問，如果我當初應承咗嗰筆買賣，父親係咪就唔會死？唔會。慧明搖頭，你父親嘅命早就注定咗。就算你應承咗嗰筆買賣賺到100兩銀，你父親都仲係會走，因為佢嘅壽數到咗。生老病死係自然規律，邊個都走唔甩。但如果你應承咗嗰筆買賣，你會失去更加重要嘅嘢。咩嘢？李安問。你嘅本心。慧明話，你呢30幾年嘅堅持，你前2世欠落嘅債，你已經還清咗。呢一世你冇再犯錯，你守住咗本心，咁就夠啦。你父親臨死之前，心入邊係欣慰嘅，因為佢知道佢有個好仔，一個問心無愧嘅仔。呢樣比乜都重要。李安聽完，眼淚流咗落嚟，但今次唔係痛苦嘅眼淚，而係釋然嘅眼淚。佢明白咗，佢做啱咗，佢守住咗本心，呢樣比乜都重要。半年後，李安聽到趙富嘅消息。趙富喺李安拒絕之後，揾咗另一個人合作。嗰個人叫王義，係個爛賭鬼，欠咗一身債，乜都夠膽做。王義應承咗趙富幫佢運私鹽，一開始的確好順利，賺咗唔少錢。但好景不常，有一次官府收到線報，喺碼頭嚴查，王義隻船俾人查到，船上全部都係私鹽。王義同趙富都俾人捉咗，知府判佢哋秋後問斬。李安聽講之後，去大牢探趙富。趙富坐喺牢房入邊，成面憔悴。李兄趙富見到李安，苦笑一聲：你嚟咗。趙老闆李安話：李兄趙富話我錯咗，當初你拒絕我，我仲鬧你傻，而家睇返，傻嗰個係我。你守住咗本心，問心無愧。我貪銀錢，行上咗歪路，而家要賠命啦。你做得啱。李安聽完，嘆咗一口氣：趙老闆，你又何必呢？佢話：人呢一世，銀錢都係身外物，本心先至最重要。你為咗搵錢，連本心都冇埋，連條命都賠埋，值唔值得？趙富搖搖頭，話唔值得，但係已經太遲啦。秋後，趙富同王義俾人押去刑場斬立決。李安聽講之後，心情好沉重。佢慶幸自己當初守住咗本心，冇行上趙富條路。如果唔係而家俾斬嘅，可能就係佢。就喺李安守孝期間，佢遇到另一個人。嗰個人都係帶住3世記憶投胎，佢叫趙剛，今年30歲。趙剛同李安唔同，佢前2世都犯咗好多錯，但佢呢一世選擇咗報復。嗰日李安喺街上行，突然聽到有人叫佢李兄。李安明轉頭一望，係個陌生男人。你係？李安問。我叫趙剛。嗰個人話我同你一樣，都係帶住前世記憶投胎嘅。李安聽完好驚訝，真嘅？佢問。真嘅。趙剛點頭。我聽講過你嘅事，特登嚟揾你，我想同你傾下。李安同趙剛揾咗間茶館，坐低慢慢傾。趙剛話佢都記得前2世嘅事。佢第一世係個富家子弟，俾生意伙伴害死咗。佢第2世係個農民，俾地主欺負到死。2世都好慘，所以呢一世我決定報仇。趙剛話眼神好冷。報仇。李安愣咗一下，對住趙剛話：我記得前世有人害過我，所以我呢一世就去揾佢哋，一個一個咁報仇。我已經殺咗3個人。李安聽完嚇咗一跳：趙兄，你唔可以咁做。佢話點解唔得？唔得咩？趙剛反問。佢哋前世害我，我呢一世報仇，天公地道，
唔係咁，李安話，輪迴嘅意義唔係要你報仇，而係要你放低仇恨，學識原諒。你如果呢一世又再造業，咁你下一世仲係會繼續受苦。趙剛聽完冷笑一聲，我唔信呢啲。佢話，我只信我自己，我前世俾人害死，我呢一世點解唔可以報仇？難道就由得嗰啲壞人逍遙法外咩？李安試住勸佢。趙兄佢話，我明你有幾憤怒，我前世都俾人害過，我都恨過，但後尾我明白咗，仇恨解決唔到問題。你殺咗佢哋，你嘅仇係報咗，但你都做咗新業。嗰啲俾你殺咗嘅人，佢哋嘅屋企人，佢哋嘅朋友，都會恨你。下一世佢哋會翻嚟揾你報仇。咁樣落去，永無止境。真正嘅解脫唔係報仇，而係原諒，放低仇恨，先至可以跳出輪迴。趙剛聽完，沉默咗一陣。李兄，你講得有道理。佢話，但我做唔到，我恨佢哋恨到入骨。我每次諗起前世啲事，就恨到想將佢哋千刀萬縱。我點可能原諒佢哋？李安嘆咗一口氣，話，趙兄仇恨會毀咗你。你睇下你而家個樣，眼神入邊全部都係戾氣。你咁樣落去，早遲都會出事。我勸你收手啦，去揾個高僧，好好懺悔，好好修行，仲嚟得切。趙剛搖搖頭，話，嚟唔切啦。我已經殺咗3個人，官府已經喺度追查我，我冇回頭路啦。但我唔後悔，我要將啲仇全部報晒之後再算。李安望住佢，心入邊好難受。佢知道趙剛已經行上一條不歸路。幾個月之後，李安聽講趙剛又殺咗2個人，官府加大咗追捕力度，海報文書貼到周圍都係，嚴加盤查。李安好擔心，但又唔知點算。佢想勸趙剛自首，但揾唔到佢。趙剛匿埋咗，唔知去咗邊。又過咗1個月，李安聽講趙剛俾人捉咗。嗰日趙剛去殺最後一個仇人，但俾官府嘅人包圍咗。趙剛拼死反抗，但最後都係俾人捉咗。佢俾人關入大牢，等候審判。李安知道之後，去大牢探佢。趙剛坐喺牢房入邊，成身都係傷，但眼神仲係好冷。李兄，你嚟咗。佢話，趙兄，你點解要咁傻？李安話，我一早勸過你唔好報仇，而家好啦，你俾人捉咗，要判死刑啦，我唔後悔。趙剛話，我殺咗5個人，報咗5個仇，雖然仲有幾個仇人未揾到，但我已經盡力，你唔後悔？李安問，你知唔知你咁樣做，下一世會更加慘？你殺咗5個人，欠咗5條命，下一世你要還呢5條命，仲要受更多苦。趙剛聽完，沉默咗，過咗好耐，佢先開口，李兄，其實我都諗過你講嘅說話，我都知道我咁樣做，下一世會更加慘，但我控制唔到自己。每次諗起前世啲事，我就恨到發晒狂。我一定要報仇，如果唔係我心入邊過唔到，而家仇都報咗，我心入邊舒服好多。雖然要死啦，但我唔後悔。李安聽完，搖搖頭，趙兄，你錯啦。佢話，報仇唔會令你解脫，只會令你墮入更深嘅輪迴。你睇下，你而家要判死刑啦，你呢一世等於白過，下一世你仲要繼續受苦，咁樣值得咩？趙剛沉默咗好耐，最後話，或者唔值得，但我已經做咗，冇後悔藥食。李兄，我羨慕你，你可以放低仇恨，可以還債，可以行善，你比我強太多啦。希望你呢一世可以跳出輪迴，唔好再受苦啦。1個月後，知府判趙剛斬立決。趙剛殺人償命，罪大惡極，即刻押去刑場。行刑嗰日，李安去送佢。趙剛俾人綁喺刑場上邊，見到李安，
苦笑一聲。李兄佢話多謝你嚟送我。趙兄李安話你仲有冇說話想講？趙剛諗咗一陣，話我想講我錯咗，我唔應該報仇。報仇解決唔到問題，只會令問題更加嚴重。我呢一世又再造業，殺咗5個人，下一世我仲要繼續受苦，仲要還呢5條命，我永遠都跳唔出輪迴啦。但你唔同，李兄你還清咗啲債，你守住咗本心，你呢一世完咗之後就可以跳出輪迴。你好好活落去，唔好似我咁，要記住輪迴唔係俾你報仇，而係俾你成長。要放低仇恨，學識原諒，呢個先係跳出輪迴唯一嘅方法。講完，劊子手把刀落咗落嚟，趙剛個頭滾咗落地，佢嘅魂魄又要開始新一輪輪迴，而且會比前面3世更加慘，因為佢呢一世又再做咗新業。李安望住趙剛條屍，心入邊好沉重。佢諗起慧明和尚講過嘅說話。輪迴唔係俾你報仇，而係俾你成長。如果你唔明白呢個道理，你就永遠都跳唔出輪迴。趙剛就係一個例子，佢帶住仇恨活咗3世，又帶住仇恨死咗下一世，佢仲要繼續帶住仇恨活落去，永無止境。呢個就係唔明輪迴真下嘅下場。父親過身之後，李安繼續過自己嘅日子，佢守孝3年。之後重新開始做工揾錢，佢仲係堅持行善，幫助人。佢見到有人需要幫手，就伸出援手。佢見到動物俾人殺，就買落嚟放生。佢過得好簡單，好清貧，但好充實。母親見到個仔咁樣，又心痛又安慰。佢話你都應該成親啦，你都40幾歲啦，仲未有老婆，冇仔女，娘擔心啊。娘，我暫時唔想成親。李安話點解？母親問。因為我要確保我呢一世唔犯錯。李安話如果我成親咗，有咗老婆仔女，我就要為佢哋打算，為咗俾佢哋過好啲嘅日子，我可能會做一啲違背良心嘅事。我唔可以冒呢個險。等我確定自己已經完全守住本心，再諗成親啦。母親聽完，嘆咗一口氣，都唔再勸啦。李安就咁一個人生活，一邊做工揾錢，一邊行善積德，佢活得好平靜，好安詳。雖然清貧，但問心無愧。李安50歲嗰年，有咗一個新嘅領悟。嗰日佢喺河邊放生，佢買咗一條魚放入河，條魚喺水入邊游咗幾個圈，然後游走咗。李安望住條魚游走嘅背影，突然有咗一種好奇妙嘅感覺。佢覺得自己同呢一條魚、同呢條河、同周圍嘅山水樹木都連埋一齊。佢覺得自己唔再係一個孤立嘅個體，而係天地嘅一部分。佢明白咗咩叫天人合一，唔係人離開天地，而係人融入天地。人喺人間，心喺天地。呢個就係真正嘅天人合一。佢都明白咗咩叫輪迴。輪迴唔係懲罰，而係成長。每一世嘅經歷都係為咗令魂魄成長，令人變得更好。等你真正成長咗，領悟咗，你就跳出輪迴啦。但跳出輪迴唔係逃離人間，而係帶住更高嘅智慧再返到人間，去幫更多人。呢個先係輪迴嘅真下。李安諗通咗呢啲，心入邊豁然開朗。佢覺得自己成個人都輕鬆咗，好似放低咗一個好重嘅包袱。李安55歲嗰年，母親病倒咗。母親已經70幾歲啦，身體越嚟越差。李安盡心盡力咁照顧佢，但母親都係一日一日衰弱落去。臨死前，母親叫李安去床邊，安仔佢話娘要走啦，娘唔好講呢啲說話。李安話你會好返噶。娘知道自己嘅身體，母親笑咗笑，娘活咗70幾年都夠啦。娘呢一世最驕傲嘅就係有你呢個仔，你係個好仔，有良心有善心，
娘以你為榮。娘走咗之後，你要好好照顧自己，仲要記住，無論遇到咩難處，都要守住本心，唔可以為咗一時之利就壞咗規矩。呢個係你爹同娘最後嘅叮囑。李安捉住母親隻手，眼淚流咗落嚟。娘，我記住啦。佢話母親笑咗笑，合上雙眼，安詳咁走咗。李安辦完母親嘅後事，一個人住喺舊屋入邊，佢冇娶妻，冇仔女，一個人過日子，但佢唔覺得孤單，因為佢心入邊好平靜，好充實。佢知道佢呢一生問心無愧。李安60歲嗰年，慧明和尚圓寂咗。慧明和尚已經100幾歲，係一位真正嘅高僧。臨終之前，佢將李安叫到床邊。李安慧明話把聲好虛弱，老衲要走啦。大師，李安捉住慧明隻手，多謝你呢啲年嘅指點，冇你我唔可能行到今日。唔使多謝。慧明笑咗笑，呢啲都係你自己嘅努力，老衲只不過推咗你一把啫。李安，老衲要同你講一件事。咩嘢事？李安問。你前2世欠落嘅債已經還清咗。慧明話呢一世你都冇再犯錯，你守住咗本心，你已經通過咗考驗，你呢一世完結之後就可以跳出輪迴啦。李安聽完，眼淚流咗落嚟。大師，我真係做到咗。佢問。做到咗。慧明點頭。你做得好好，但老衲仲要問你一個問題。咩問題？你跳出輪迴之後想去邊度？慧明問。李安諗咗一陣話，我想再投胎一次。慧明愣咗一下，點解？因為我想繼續幫人。李安話，我呢一世幫咗好多人，我覺得好有意義。如果我去咗極樂世界，就唔可以再幫人啦，所以我想再投胎，繼續做個好人，繼續幫人。慧明聽完笑咗好，佢話你已經真正領悟到輪迴嘅意義。輪迴唔係懲罰，而係成長。你而家已經跳出咗輪迴，但你選擇再次入輪迴，呢個係大慈悲、大智慧。老衲相信閻王爺會答應你嘅請求，而且你下一世一定會有大福報。講完，慧明合上雙眼，圓寂咗。李安幫慧明辦咗葬禮，將佢葬喺福善寺後山。由嗰日起，李安就成咗福善寺嘅守廟人。佢每日打掃寺廟，上香念經，繼續修行。李安活到70歲，70年入邊佢經歷咗好多事，記翻起前2世嘅事，還清咗前2世嘅債。呢一世佢冇再犯錯，守住咗本心。佢幫咗好多人，救咗好多條命。佢過得雖然清貧，但問心無愧。70歲嗰年嘅冬天，李安知道自己時辰到咗，佢瞓喺床上，合埋雙眼，等死亡到嚟。佢唔驚，反而好平靜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完成咗使命，佢跳出咗輪迴。但佢選擇再次入輪迴，去幫更多人。呢一日，李安安詳咁走咗，冇痛苦，冇掙扎，就好似瞓着咗一樣。李安嘅魂魄離開咗身體，去到陰間，又去到森羅殿。閻王爺仲係坐喺嗰度望住佢，但今次閻王爺塊面帶住笑容。李安，閻王爺話：你又嚟啦。係嘅。李安跪喺地下，閻王爺翻開生死簿，望住上面嘅記錄，睇咗好耐。佢點咗點頭。李安，閻王爺話：你做得好好，你前2世欠落嘅債都還清咗，呢一世你都冇再犯錯，守住咗本心。你幫咗好多人，救咗好多條命，你通過咗考驗。由今以後，你唔使再輪迴啦，你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，或者投胎成神仙，或者揀任何你想要嘅歸宿。李安聽完，卻搖咗搖頭。閻王爺佢話：我唔想去極樂世界，都唔想成仙，我想再投胎一次。閻王爺都驚訝咁望住佢，點解？因為我想繼續幫人。
李安話：我呢一世幫咗好多人，我覺得好有意義。如果我去咗極樂世界，就唔可以再幫人啦。所以我想再投胎，繼續做個好人，繼續幫人。閻王爺聽完沉默咗好耐，最後佢笑咗。好，佢話你已經真正領悟到輪迴嘅意義。輪迴唔係懲罰，而係成長。你而家已經跳出咗輪迴，但你選擇再次進入輪迴，呢個係大慈悲、大智慧。我應承你嘅請求，你下一世會投胎做一個有福報嘅人，你會有能力幫到更多人，而且你下一世仲會記得呢三世嘅事，但唔係好似呢一世咁痛苦咁記得，而係好似夢一樣隱約記得。你會知道點樣做先係啱，點樣做係錯。你會成為一個有大智慧嘅人。李安聽完好開心，多謝閻王爺。佢話去啦，閻王爺話繼續你行善嘅路。於是李安再次投胎啦，但今次唔係為咗還債，而係為咗行善，為咗幫更多人。好多年之後，江南一直流傳住李安嘅故事。人哋話佢係帶住三世記憶投胎嘅，人哋話佢用一生時間還清咗前世嘅債，人哋話佢最後跳出咗輪迴，但又選擇再次投胎去幫更多人。呢個故事變成咗一個傳說，成咗一個警示，講俾人知輪迴唔係迷信，而係因果。你呢一世做過嘅善惡都會喺下一世得到回應，唔係為咗報復，而係為咗令你成長。有個後生仔聽完李安嘅故事，好受啟發，佢去揾福善寺嘅新住持慧明嘅弟子大師。後生仔問：輪迴真係存在咩？你覺得呢？住持反問：我唔知道。後生仔話：我冇見過。你冇見過唔代表唔存在。住持話：但最重要唔係輪迴存唔存在，最重要係你要活得似個人，你要做好事，唔好做壞事，你要對得住自己良心，咁樣唔理有冇輪迴，你都唔會後悔。後生仔聽完點咗點頭，我明白啦。佢話李安嘅故事最重要唔係佢記得前世嘅注釋繼續講，而係佢記得之後選擇去彌補，去行善。好多人做錯咗事，知道自己錯咗，但唔肯改，唔肯彌補。佢哋覺得反正都已經錯咗，改唔改都冇分別。但李安唔係咁諗，佢知道錯咗就去彌補，就去改正。佢用咗一世人時間去還債，去行善，呢樣先至最難得。仲有李安遇到好多誘惑，好多考驗，例如佢父親病重，有人揾佢做犯法買賣。好多人喺呢種情況之下都會揀做嗰筆買賣，因為救父親最重要，其他嘢都唔重要啦。但係李安冇，佢守住咗本心，冇為咗一時之急就壞咗規矩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堅持。仲有對比人物趙剛，趙剛都係帶住前世記憶投胎，但係佢揀咗報仇，結果佢呢一世又再造業，下一世仲要繼續受苦。呢個說明嗎？說明輪迴唔係俾你報仇，而係俾你成長，要放低仇恨，學識原諒，呢個先係跳出輪迴嘅方法。後生仔聽完深受感動，大師佢話：我以後都要好似李安咁做個好人。好住持笑住話：呢個先係李安嘅故事，真正嘅意義唔係叫你信輪迴，而係叫你知道點樣做人。住持見後生仔聽得好認真，又繼續講：李安嘅故事俾咗我哋3個關鍵教訓。第一，因果不虛，你呢一世做過嘅善惡都會有報應。黃福呃咗183人，張明殺咗300隻豬，最後都受咗報應。呢個唔係迷信，而係天道。你做咗壞事，遲早都會有報應，唔係唔報，時辰未到。第二，守住本心。李安遇到好多誘惑，好多考驗，但佢始終守住本心。
冇為咗一時之利就壞咗規矩。呢個先係真正嘅修行。好多人修行只係念經拜佛，但係一遇到誘惑就把持唔住。呢個唔係真正嘅修行。真正嘅修行係喺誘惑面前都仲可以守住本心。第三，慈悲為懷。李安最後跳出咗輪迴，但佢揀再次投胎去幫更多人。呢個就係大慈悲。真正嘅解脫唔係逃離人間，而係返到人間去幫人。呢個先係菩薩道。後生仔聽完，跪低向住住持叩咗3個頭，多謝大師教誨。佢話唔使多謝我，住持話要謝就謝李安，係佢用一世人嘅時間留低咗呢個故事俾我哋，留低咗呢啲教訓俾我哋。由嗰日起，呢個後生仔真係改變咗，佢開始做好事，幫人。佢遇到難處嗰陣，都唔會去做違背良心嘅事，因為佢記得李安嘅故事，記得嗰句人在做天，在睇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唔係唔報。時辰未到，李安嘅故事就咁一代一代傳落去，影響咗無數人，令佢哋明白乜嘢先係真正嘅輪迴。輪迴唔係逃避，唔係報復，而係成長，係覺悟，係慈悲。當你真正領悟到呢一點，你就跳出咗輪迴。但跳出輪迴唔係逃離人間，而係帶住更高嘅智慧再次返到人間去幫更多人。呢個先係輪迴嘅真下聯，呢個先係人生嘅意義。至於李安嘅下一世，冇人知道佢投胎做咗邊個，可能係個大善人，周圍行善可能係個郎中，救死扶傷可能係個先生，教書育人有可能就喺我哋身邊默默幫緊人。但唔理佢係邊個，佢一定仲喺度繼續自己嘅行善之路，因為呢個係佢嘅選擇，亦都係佢嘅使命。有人話曾經喺某條村入邊見過一個老人成日幫人，有人問佢點解要咁做，佢只係笑一笑，話因為我記得一個夢，夢入邊我做咗好多錯事，欠落好多債，所以呢一世我要多做好事，多幫人，咁樣我心入邊先踏實。亦都有人話某個城入邊有個郎中，醫術高明，而且從來唔收窮人錢。有人問佢點解，佢都係笑一笑話，因為我隱約記得一啲事，好似前世做咗好多壞事，呢一世要彌補，所以我盡量多救人，多積德。呢啲人係咪李安？冇人知道，但唔理係咪，佢哋都喺用自己嘅方式實踐住李安嘅精神，做個好人，行善積德，守住本心，呢個先係人生最重要嘅事。聽完呢個故事嘅人，唔理你信唔信輪迴，都請記住呢幾句說話。第一，做人要憑良心，唔好為咗錢，為咗利就去做壞事。你做過嘅每一件壞事都會有報應，或者唔喺呢一世，但遲早都會嚟。第二，犯咗錯就要夠膽彌補，唔好覺得反正已經錯咗就自暴自棄。只要你肯改，肯彌補，永遠都唔會太遲。李安用咗一世人嚟還債，最後都係跳出咗輪迴。第三，遇到誘惑，要守住本心，唔好為咗一時之利就放棄原則。守住本心比乜都重要。李安遇到咁多誘惑，咁多考驗，都守得住，你都可以。第四，放低仇恨，學識原諒，唔好好似趙剛咁帶住仇恨過一世。仇恨解決唔到問題，只會令問題更加嚴重。放低仇恨，你先至可以真正解脫。第五，多做好事，多幫人。幫人其實就係幫自己，你幫咗人，人哋都會幫翻你。善有善報，呢樣係真嘅。最後記住，人在做天在睇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唔係唔報。時辰未到，做個好人啊，問心無愧咁活落去，咁樣唔理有冇輪迴，你都唔會後悔。以上就係今期全部內容，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互動討論。
我係港叔，我哋下期再見。